地方放上头，咱镜头来新竹。新竹生活美学馆举办新住民绘本成果展览。新住民透过绘本创作，画出家己对故乡的记忆和思念。来自日本的稻田木子，踮伫台湾已经15冬。透过创作，画出记忆中细汉时爱食的四手啊，还有来自印尼的朱丽菲创作的绘本内底，满满是对故乡的思念。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国家，也可以了解其他的国家的文化，然后他们的来台湾的生活啊，或者家乡的想念。那个地方真的，说是天地啊，住你的地。然后我就会看那个飞机，还拖上的回来飞机，我想到我家人，真的很想念他们。新竹生活美学馆当咧举办新住民绘本创作培力的成果展览，展览内底会当看到学员用母语甲华语表达出无同款的生活方式，也有人用故乡的节庆做主题，画出家己对家乡的回忆。新住民他在把他的辛酸，或者他的思念，或者他的光荣感，用绘本的方式绘画出来。其实他们跟艺术家其实没有什么两样，其实只要用心就可以找到新的发现。这项展览展到11月27日，希望民众对创作者的故事内底感受到无同款的人文特色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